来看高雄一个妈妈哦，伊带囡仔去公山一间购物中心的餐厅食饭，发现讲鸡肉有一半拢无熟，也毋过伊无说哩，已经食落去腹肚咯。后来嘛有走饱，餐厅嘛已经回失个高雄市的卫生局早起嘛派人去现场稽查。鸡肉切开，内底是疑似无熟的粉红色。黄小姐17带后生去公山一间购物中心内底的餐厅食暗顿，想要到等半点钟才出来的餐，食一寡了后，却发现部分的鸡肉切袂叮当，内底无熟，互伊差一点仔吐出来。他吃了几口，他觉得那个黑松露的味道他不喜欢，所以我就跟他兑换。吃到一半，怎么肉切不动？然后才一掀，根本就是从冰箱拿出来的那个生肉，整块都是，只有皮是熟的。黄小姐现场反映了餐厅无收迄份餐的钱，并表示会负担医药费。但伊讲暗时一直想要吐，佮歹腹肚，嘛互黄小姐感觉加在毋是囡仔食着青肉。高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，19透早嘛到现场稽查。隔一天，门市的店长有在做2次的关心，我们会于往后在加强教育训练上，包含食材的烹调时间控管跟出餐前进行熟度的再次确认。我们也会更重视门市人员的员工训练以及检讨的改善。餐厅会师咧表示会检讨改进，到中昼11点进前，卫生局的稽查还未结束。黄小姐认为餐厅应该更较注意食安的问题，以免人客欢喜去食饭，煞留着无爽快的感觉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